根据美国气象预报的模式，今年第一粒风台艾维尼隔起来几率是愈来愈悬啊。咱的气象署表示讲，目前还未看到相关的现象，就要等后礼拜来看才会较清楚。也毋过，若准伫5月底结束风台，这路线会偏西边对菲律宾过去，恐惊就会影响到咱黄酸雨的行程。 它比较近一点，它本身就是一个天气系统，它可能会把部分的水汽被台风这边吸收掉了，也会去影响整个大环境的西南风，就没有之前那种旺盛的梅雨影响的时候的这么的完美。会不会离开之后还会有梅雨的影响？那就要看整个大环境的气候在后续的变化。那也是有台风生成为前提的条件之下才去做的。 这艾维尼未来敢会变作是风台？气象署是讲后礼拜就是关键，而且若真紧的转向，对咱台湾黄酸雨的影响就会减弱。要若这时间拖一个久，路线靠往菲律宾，咱黄酸雨的结构就会受到破坏。到时阵落雨的状况，可能甲前几冬啊、马港啊、这雨量也会受到影响。